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国的梅将军最近炭甲真严重，国内感染科医师嘛警告讲，已经可能会伫明年农历过年到春天伫台湾发烧。新地尖椒一个农业区，昨有母仔囝3个人，可能是天气上过寒，烧火炭烘烧，率一氧化碳中毒，造成妈妈死亡。南投一间小吃店头家昨日抬刺龟车朋友，结果头家死亡，8个朋友身体无爽快，小数是呼吁刺龟唔通乌白食。新闻开始来看前2天，拜六礼拜北部的天气是各湿各凉冷哦。也毋过今仔开始到拜三，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减少，会小可回温，天气就会较稳定。也毋过这礼拜哦是各有2波的东北季风，第2波影响会较大。对拜四开始，食方面就会开始落雨，一直到礼拜日咯，天气拢是无介稳定。前2日啊，北部拢在落雨，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减弱，水汽嘛减少。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自这礼拜开始，又搁有2阵东北季风。第一阵是对明仔载拜日开始，但是影响的天数较低，气温变化无大，落雨嘛较少。各地依然是维持早暗较凉冷，日时较烧热的情形。到了礼拜三，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一些。那整个温度上面来讲，不会有很明显的回升，但是云量上面会稍稍增多，所以在北部的山区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状况。自拜四开始，因为受到另外一阵东北季风的影响，食风那边水汽的增加，北部东半部会落雨，尤其是拜五甚至连高温都无到20度，也那中南部有关是维持好天出日头的天气。到礼拜四，整个东北季风又再度增强。北台湾会转为湿量，我们从雨量预测图就可以看到，整个北台湾的雨量是比较明显的。那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间歇都会下雨，那新竹以南大致上是稳定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地区可能就要注意温差大的情形。另外，气象署嘛讲到，明仔载开始，因为季风的影响，沿海含外岛会有8级至10级的强阵风，海边风影较大，提醒民众去到海边活动都要注意安全。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中国的梅将军哦，最近是炭甲真严重。国内感染科医师嘛警告讲，疫情恐惊热味就会影响到台湾哦。台湾可能会伫明年旧历的过年到春天的这段时间开始炭烧。为这时开始，65岁以上的集会人会当开始主攻费13价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花莲卫生所透早就有袂少等要注疫苗的民众，因为寒冷天气变化，甲免疫负债，最近呼吸道的症状嘛袂少。第一线的医师嘛观察到，咱国除了流感甲新冠疫情，梅将菌感染的人数嘛加悬。一般的民众的话，不管是上班族啦、学生的族群的话，动辄就是咳1-2个月的吼，这种你们都要小心，它可能里面就是梅将军。中国梅将菌疫情严重，疾管署顶一日已经警示爱做机场的戒备，嘛提醒按算要去中国的民众，爱量早注新冠 XBB 甲流感疫苗。感染科医师分析，中国梅将菌的疫情影响台湾是在所难免，尤其明年新正进前，南方的民众来去，预估流行期可能会持续3个月。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细菌的抗药性有没有，那用什么药来治疗比较有效？我们的目标是在第一线门诊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病例把它挡住。医师认为讲，咱国顶一届梅将菌流行差不多伫2019年。迄当阵临床已经观察到部分的个案，为着梅将菌了后症状变严重，甚至有的囡仔病例用到 ECMO。即个中国梅将菌的疫情若是传出去，出现抗药性，治疗就变更较困难啊。呼吁民众疫情若是压悬，嘛要调整家己的防护措施，接洗手、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地尖椒一个农业区哦，昨母仔囝3个人，可能是因为天气上过冷哦，烧火炭烘烧，率一氧化碳中毒，造成一个妈妈死亡，2个查囝送病院急救。意外发生的原因，目前是搁在调查。日头出啊，来农业的民众享受这温暖的日头光。不过伫新地尖椒一个农业区，2日发生意外。对同来的一对母仔囝3个人，敢若是因为天气冷，烧炭看会较烧袂，所以因为空气无流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26日14时接获民众报案，表示露营区内发生疑似一氧化碳中毒案件，员警立刻通报119派员救护及赶赴现场处理，详细发生原因尚待调查厘清。
警消接到报案到现场，发现老母已经明显死亡，报车检方相验，2个12岁查某囝是赶紧送病急救。社会局也派社工去关心，因为详细意外原因，这么由检调伫咧调查，官府也介入了解。业者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辅导名单里面那未来我们也会去要求业者必须要针对旅客来宣导入住的安全事项一些比较物理性质，比如暖包贴在身上的，像那种以前阿公阿嬷会用那种热水壶那其实抱在身上，但其实就比较不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危害。因为发生意外，农业业者建议民众伫农业时阵，若是天气冷，一般拢是用煤油气化炉或者是烧火台伫咧厨房外口加热。若是为了安全，建议暗时若天气冷，会当伫咧衫内面放暖包，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一间小食店的头家这里抬一只刺龟，一个八个朋友做回来食。加讲这八个朋友身体拢无爽快，加再是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这个头家互发现的时已经不幸过往了。事实是表示讲，刺龟的种类是真侪，刚来看外观是无法度来分辨讲是有毒还是无毒，所以上好是毋通黑白食。甲处理过青的刺龟皮、肉加放在装底下，已经煮过，爱另外包装，拢总要早登去化验。因为25暗，伫南投清境开小食店的姓洪的查某人，自刺龟分8亲戚朋友食，隔两天有人身体无爽快，姓洪的头家互人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今早被有人发现洪姓民众倒卧家中，明显死亡。另昨晚同行食用河豚肉汁有人，已有8人送医。亲友啉刺龟汤了。隔两天，骹手麻痹坐袂牢，头会狂，赶紧去看医生。因那主食姓洪的头家，敢若是中毒死亡。医生讲，有毒的刺龟身体内刺龟毒素是神经毒，潜伏期正短，食了差不多10到45分钟就症状。主要是嘴唇、喙齿麻痹、骹手麻痹、吐、脑无声、喘气困难、血压下降，唔知影人。而且就算是煮过，毒素也是会伫咧，食了恐惊有性命危险，死亡率差不多是61%。河豚毒素它会存在河豚的皮肤，还有一些内脏组织，包括肝肾，还有包括卵巢。一个姓洪的头家，敢若是带伫贵人的朋友送伊一只刺龟，就甲伊煮做鱼汤加沙西米。食药署讲会调查源头是毋是有不法，若是违反食安法，也会处罚。违者依同法第44条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情节重大者，并命其歇业。伫这么刺龟中毒并无解毒剂，只个会当用支持性疗法来进行治疗。食药署讲，刺龟的种类真多，敢若对外形看无容易分辨。保护家己上好的方法就是，莫去掠，也莫食来路不明的水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3点外，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人倒伫一台奥多摆的边仔，规身躯拢是酒味。有民众就向警方来检举讲伊啉酒骑车，也毋过警方后来是无开单，就互这个查甫人离开。检举的民众是质疑讲警察放水，也毋过警察是强调讲，迄当时车烟瘾是冷的，所以无法度来证明讲伊有啉酒骑车。车有骑无？无骑。警方到场，男子讲话阁有一寡无清楚，但是一直强调家己无骑奥多摆。但是警方还未到进前，男子互民众看到坐伫巷仔口边仔阁有翻倒的奥多摆，民众闻到男子身上有酒味，怀疑对方酒后骑奥多摆，所以发现警方无开单，质疑警方是故意要放人。他这种情绪应该是有喝酒啊，骑车不能喝酒，已经那么久了，对不对？现在还有人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要开。血糖过低。男子阁有酒后骑倒摆引发讨论，有民众认为警方应该开单处理，搁规家来看待有可能酒后塞车的行为，但有民众认为要有证据才会当开单。警方了解，该男子因是从一旁餐厅用餐后，自该地牵车而入岛，而同仁现场有触摸排气管的状态，确认是冷却的状态。
警方表示，林奇的监视器拄好歹去，毋过第一时间有去吸奥多麦，发现车辆底机内底无发动的状态。研判是男子牵车的时阵家己跋倒，认定对方无酒后骑奥多麦，因此无开单。记者王刘庭丹很困讲报道。有民众向议员指控讲，台北市南港区一里长苏德他咧招团要做回去中国旅游哦。6港5暝行程，阁有中国人大常委安排参观访问，费用只要115,000块。民众怀疑讲这是统战的行为。旅游行程表写着社区交流考察，6港5暝的行程中，走访俄式、上海，也会去迪士尼。只是详细看第3天安排。无社区人大常委会的参访行程，规刷落来，佫较是爱自费15000块。原来这是台北市南港区某一位里长的私下招团，互民众向议员陈其军压了，积极下急统战。我觉得15000是比较诡异的，那所以就看了一下里面的行程，有人大带你去参观的部分，好像有点统战的意味，所以呢，我是建议我们家人就不要去。北市民政局回应有掌握相关行程，也毋过若是有对价无相当，欢迎民众检举，因为立法理事大选要到，中国动作敢是介入选举特别敏感。国安单位就指出，最近出现台湾会引进10万印度移工的谣言，想要操作社会安全，打击政府施政定议题的阵地作战，因为有大批网友到劳动部面册。来留言洗版，因为其中有2000组是校服运用无组，300组属于假校服。讨论也转到迪卡尔甲赖群组，有民团表示会将开导抗议，表达对政策疑虑，和劳动部发图卡澄清。答应劳务合作备忘录还未签订的审慎建议，也呼吁咱国民众唔通随意对其他国家打标签，产生特定歧视。因为某一个消息跑出来，然后被夸大，造成这样子的声量，我们觉得很伤心。真正的是台湾人的感觉吗？还是被带风向，然后想要影响到这个民间的想法？在台印度人认为，政府应该把握机会，甲社会各界多加沟通，避免假消息伤害台印情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日本、韩国外交部长的会谈达成共识，要来赶紧推动3国领导人的峰会。也毋过，日本甲韩国外交部长嘛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南韩阁直接党因反对以武力来改变台海的现况，为了要防止中国来拍台湾，美国陆军嘛表示讲，明年会伫亚太地区部署新的飞弹。3人做伙握手翕相，中日韩3国外长伫咧南韩釜山见面，三方同意最近维护三强链的稳定，同时也达成共识，要加紧准备办3国领导人峰会，不过并无讲到具体时间。 무엇보다 3국 협력을 안정적이고 지속 가능한 체계로 발전시켜 나갈 수 있도록 보다 제도화해 나가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中日韩应当以更加进取的面貌和姿态。 为促进地区和全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朴正甲日本的外相山川洋子也分别甲王毅举行双边会谈，日韩的外长拢当面向王毅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性。朴正也讲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主席的状况。外交部对于日本及韩国借由与中国会晤的场合公开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为了要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太平洋陆军按算2024年伫咧亚太地区部署包括6支政府标准6型载台飞弹，不过无讲具体时间甲地点。 学者分析，因为目标是要协助中国，最有可能的部署地美军踮日本沖縄县加手纳基地。China is putting that pressure on the region in very demanding ways and very coercive ways, and that is difficult for these small countries
They get pulled into China's orbit sometimes through that coercive power to get untangled. 部署在这个关岛的美国海军基地，这是目前知道这个第一个最明确的这个部署的位置。它也很有可能部署在这个加索纳，因为它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美军基地。或者讲，另外会当由海马斯多光火箭系统发射的精准打击飞弹 PRSM。美军进前就表示讲，会部署伫咧亚太地区，因为 PRSM 同时有对地加制海能力，将会大幅度强化美军伫咧亚太精准打击火力。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航园区伫顶个月传出讲有48间的厂商申请裁员，人数将近有500个人哦。园区表示讲，其中有一间是做哈迪的厂商，10月的时阵裁员241个人，准备要裁掉510个人哦，工厂要关掉咯。也毋过哦，伊今年1月到10月，的确嘛已经裁员1600外人，这嘛是最近5冬来第2济记录。就要我年尾啊，因过新竹科航园区第10个社团讲有48间厂商要申请裁员，总共有496人伫咧年底进前的无头路。根据了解，其中有一间电脑哈迪的大厂利森诺科裁员的人数上多，10月要裁241人，估计总裁员人数会到510人。产品随着产业趋势的变化，产品比较没有竞争力，所以他们就决定关厂。那该公司也依据相关的规定，叫做《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通报到竹科。竹科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竹科的总裁员人数是1605人，创每5年来全年裁员人数第2高的纪录。顶回全年裁员总人数上高的纪录是108年的1758人。伫今年这边的裁员以电脑产业占上多，过来是生物科技甲光电等产业。因为这边的裁员也无算到11个到12个裁员人数，竹科管理局讲，今年裁员的人数可能会创最近5年以来新高的纪录。下短单跟急单为主，这企业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了，例如呢在技术上，目前呢越来越多呢是导入 AI， 就是所谓的智慧制造，产线的员工本来就会比较减少。专家讲，伫目前上歹时阵已经过去，市场估计自明年开始，正像是手机或者是 PC 产业的景气将会愈来愈好，但是订单的能见度永远无悬，永远爱谨慎的应对。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台湾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佮受到少子化影响哦，咱国来欠工的问题是愈严重。国发会望讲会当成国际人才佮留学生来台湾，嘛鼓励查某人佮中高龄就业。人力业者是建议讲，企业着爱改善工作环境，优先中高龄的劳工，麦当来提供有长久的工作时间，互愈侪人有意愿来做事。最近大乌克丽丽正欢喜伫咧表演，真侪时大人伫咧退休了，然后找到兴趣，生活就较充实。根据国发会统计，咱国内人口年龄即马中位数是44.4岁，到了2050年将会到56岁。台湾剩1年外的时间，就被正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那再加上少子化，这样代表劳动力愈来愈欠。企业面临正大的挑战，即便是包括制造业，也都完全很多都自动化，所以65岁以上可以再就业的这种情况是也可以非常普遍，可以延缓这个劳动力可能不足的现象。为了要解决企业欠人的危机，国发会即马提出解决的方法，对各方面做伙做，包括吸引国际专业人才，人数已经一年比一年增加，并且扩大留学生加交换生的人数。一年有19000人注册，目标是一年4万。另外，也已经有18000外位优秀的移工，转做中阶的技术能力，并且继续辅导加鼓励妇女也个中高龄就业。目前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中高龄劳工还是比较不友善哦，毕竟有一些这种雇主这边有一些年龄歧视，或是担心他们的健康、体力问题以及数位的学习能力。青壮人口愈来愈少，企业爱做调整。迎接中高龄族群加入，人力业者讲，第一个爱做的就是爱改善职场的环境，优先中高龄劳工，也建议让透过职务再设计，或者是安排弹性的工时，吸引有经验、有能力的士大人，开启因的事业第2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哦，抓到一件网络假投资、前诈欺的案件，全台湾各地拢有受害者。
警方伫今年的8月中抓到包括姓卢的主嫌等20来个人，嘛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刑事局打击诈欺犯罪中心分析165诈欺资料库，发现网络上以万邦名义邀约的投资平台，以假投资诈欺手法诈骗民众财物。手法是利用LINE通讯软体，以年轻女孩为头贴，主动加入不特定民众为友人，频繁地对被害人早晚问安以及嘘寒问暖，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再详称有投资标股的资讯，取信被害人汇款至诈欺集团指定的金融账户，以榨取被害人金钱，财损金额都十分庞大。警方表示讲，这假投资的诈骗防骗的民众计共是有15个人，诈骗的金额超过9000万哦。警方伫今年8月，甲诈骗集团的干部个主要一个姓卢的负责人计共20来个人，是以诈欺、洗钱防制法、个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再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早起审查所得税法第17条的修正条文案哦，有立委是提案讲要甲厝税的支出改列做特别扣除额。财政部长曾翠芬是表示讲尊重立委的提案，也毋过伊讲哦，厝税若要改做特别扣除额，会来排除好野人甲有厝的族群。已经有领内政部租金补贴的民众，这补贴的部分嘛要先扣掉。最近这几年，台湾的厝税持续压悬，不少民众买厝买袂起，选择税厝。为了照顾税厝的族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第17条，拢总有11个版本的修正草案。全部的版本拢主张甲厝租支出，为目前列举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也若扣除额的限制，为目前上济12万，提高到17万至30万拢有。列举扣除额啊，那改为特别扣除额。目前啊。整个财政部，你们的想法是如何？放在如果列举扣除额里面，因为我们的标准扣除额不断的一个提高，所以它在那个里面已经把它吸收掉了，所以没有办法让它列报。我想委员的提案都各有它的政策意义。财政部长表示，若甲厝租改做是特别扣除额，会当互厝卡核实列报，尊重委员提案。毋过爱比较长照、幼儿学前扣除额等等，爱有排付条款，也就是高所得袂当使用。另外嘛，爱无厝的人才有下用。毋过有立委认为讲，有袂少人是伫咧故乡继承共有祖厝，持分真少，无啥效益。这个部分嘛，应该爱考虑在内。事实上，也不是他在出租，你去排除这一种共有主屋的状况，你觉得怎么样？委员这样的一个提示，也许再可以去做一个多一点的考虑。根据财政部的估算，若甲扣除金额提高到18万，估计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若提高到20万，税收的损失差不多是30亿至40亿。法案若伫这个会期通过，全国超过300万税厝的人，后年5月报税的时阵，都可能会当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健保署上新的稽查，发现讲，去年有超过5万人哦，健保费有高薪价保的情形，计共是减收7亿3200万的健保费。健保署表示讲，去年是一个做零售业的民众哦，减纳4万6000外块的费用上济，除了爱甲减纳的保费哦，佮补回来，减纳的部分嘛爱罚2倍到4倍。若是破病的人无爽快，只要摕健保卡就能到附近的医疗院所看诊，真方便。但是健保署用财政、劳保甲劳体等外部的资料查核发现，去年111年有超过5万人健保费是关心价保的情形，其中一位伫咧做其他综合商品零售业的民众，减纳4万6000外块，是去年减纳保费上济个案。它是综合零售业，那有可能就是一些批发一些商品之类的，那它最高应该要缴到10万多，那实际上它只有缴5万多，所以差额将近有4万多。那这部分呢，我们就会追溯去给他追缴保费。健保署查核显示，去年总共有50700人关心价保，总共减纳7.32亿，是这3年来的新高，平均每一人减纳14000外块。地处医改会表示，现行的健保制度是一般保费国家补偿保费，有一寡人为了要避免扣补偿保费，可能采用跳单定存的方式，所以建议政府应该以加互总所得做机会，才能互健保的收费更加公平。
除了是加强这个稽查以外，其实更重要应该要针对现行的这样的一个废机来进行检讨，那让这个健保的这样的一个征收，其实是更趋近于民众的实际收入。健保署强调，在疫情期间暂缓办理部分的查核项目，至今已经全部拢恢复，将会加强把关。关心健保的人，除了理赔伊减纳的保费以外，也按照伊减纳的金额处2倍到4倍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协议的第3天哈马斯嘛放出第3批的人质，计共有17个人对加沙转去以色列，其中有一个4岁美国的查某囡仔，甲85岁阿嬷。以色列嘛放出39个巴勒斯坦青少年的犯人，明仔载会阁来进行落尾一批人质换犯人的计划。和哈马斯掠去超过50天的美国籍查某囡仔艾比盖尔·艾丹，伫被放在进行2天过于死下生日。知影查某孙伫第3批释放人质的名单内面，艾丹的阿公讲，袂输敢若伫咧做梦共款。עכשיו אני קצת יותר רגוע, לא רגוע לגמרי, כי יש גם שמחה וגם יש את החוסר של רועי וסמדר. 哈马斯10个催切突击以色列的期间，艾丹的爸母伫咧伊面头前被杀害，尾后艾丹就和哈马斯掠去做人质，2日才被放出。美国总统拜登也亲自宣布这项好消息。艾丹的老爸罗伊是以色列网络媒体记者，2日罗伊的同事赶到人质被放的现场采访，伊特别早罗伊在生的时阵所使用的摄影机，记录伊的查某囝平安回来时刻。Made me feel very special to be honored to carry his mic today. 以哈第24实施停火协议，4天的时间内会释放4批人质换犯人的计划。根据哈马斯提供的影片，2日被放的17位人质，有14位以色列籍，3位泰国籍，其中也个包括几落个囡仔，甲1位已经85岁阿嬷。被放出的人质拢伫咧以色列的病院内面接受检查甲治疗。因为以色列这方面是放39个7间监狱内面的巴勒斯坦的犯人，一对被放出兄弟伫咧牢下接受影响式的欢迎。被放出的犯人年纪拢伫咧19岁以下，因被逮捕的原因是对以色列军警弹石头加损毁公共建筑物。有一个犯人被关押时间是到1年半这么久。以色列方面也有人批评无顾青少年的权益。أنا لي 20 شهر في السجن، لكن آخر شهرين في السجن كانت عيشتنا مرة. CNN 报道，哈马斯想要延长停火协议的期间，希望让争取更加侪犯人被放。以色列方面是坚持每加停火1天，哈马斯就会放更加侪人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中国的白纸运动满1天当初参加抗议的人士是表示讲，阁有上百个示威抗议的民众互掠走，目前阁无消无息。有一寡流亡海外的少年人是讲，因会继续伫国外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毋过，伊嘛认为讲，现阶段想要中国改革是真困难的代志。去年11月2日暗时，中国上海俄罗斯在中路附近开始组织示威的民众，所落来就爆发碳甲全国的白纸运动，更加引起全球社会。即马事件发生1周年，同一个所在地点的民众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人来来去去的大路，明显能看到正派经历顺路。那迄当时超过100名被逮捕的示威者中，有人到呾有外是下落不明，有人经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也有人为了人身安全被迫流亡海外。In China, you will feel more like personal safety is being threatened. For someone like me, living in exile, living abroad is another kind of sadness, another kind of melancholy. 中国民众也被抓示威，当初是要抗议迄当时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造成新疆俄罗斯一个社区大火，延误救援，死伤惨重。后手却演变做对中国政权的大规模示威。真侪中国少年人表示，这场运动正做因政治的启蒙，就算流亡海外，也要继续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也有一寡人也坦白讲，虽然中国终止清零政策，政治改革又完全困难。I think we have shouldered a lot of pressures on us to change the policy of the country, whether you are in China or abroad. 白纸运动的时，包括警察逮捕23个外国走出中国，
今下流亡德国的黄义成，伫1周年的时阵，伫德国的厝内点蜡烛，亲自写口号纪念。黄义成的家人目前由往互中国政府监控，因毋望透过媒体，互更较侪人知影，中国也有真侪人为着自由民主做出真大牺牲。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来看台北市学校有真侪校舍使用的年限拢到了。最近这3档有8间的中小学开56亿元的经费来登记，也毋过有市议员就发现讲有一寡打起好的校舍，外观连面就真垃圾，甚至有学校的外墙有泰路落落来。议员是批评讲市政府验收上过凊彩，校园安全可能会出问题。校舍外壁拢是灰砖，北市成和国小的这栋建筑伫109年完工，搭配其他工程结束，有过拜六举行启用典礼。结果有议员发现外壁这寡水大污斑，可能有安全的顾虑。裂痕哦，这个东西肯定就是他之前这个填缝剂，他当时这个没有弄好，所以后来下雨的时候呢，渗水进去，导致于说之后可能里面会产生发霉的现象。发霉完之后，瓷砖就非常容易脱落，属于那个温度变化，所以产生的一些裂缝，那不会影响那个结构安全。目前已经安排在明年的暑假会进来去做搭架，然后办理后续的一个改善的作业。那校舍。学校离奇工程的透明空桥也互积极，那学生也是到这关穿底裙经过，敢是互看了的疑虑。最主要第一个、第二个，它还是有裙子遮住，除非是你从下面往上看，才可能是曝光。这是我的想法。天桥部分，先前已经有跟学校这边讨论过，学校大概在11月30号以前会去做一个雾面的一个处理，都是在保护期内哈，我们会在。下一个学期会尽快的把这些问题来做一个修缮。北市我3年有8间中小学完成改建，经费累计56.4亿。除了生活国小，议员更较点名东成国小的大楼外壁有泰路落落来现象。南湖国小的活动中心外壁也出现壁损，批评市府验收伤过老粗。教育局甲新工处回应，这个校舍拢也在保护期，而且抽象进行修缮，避免影响师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伫最近这几档人口的成长是真紧，中华区的大楼一栋一栋起，也毋过起厝煞甲人行道拢地歹去，互民众是真怨叹。议员嘛要求讲，市政府着爱监督改善。市政府嘛已经完成 A7的中华区建案附近公共设施的巡检发现讲有14个工地违规，计共罚36万块，嘛已经要求5个工地停工。起厝工地边仔人行道的地砖拢被地派，桃园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中华区新建案真多，议员李宗豪伫咧议会质询时阵，批评真侪建商起厝时阵毋若直接甲钢筋、砖仔架拢踩伫咧人行道，大台车一直出入，也互人行道损害真严重，敢若变做另外一种行路人的地价，要求市府监督厂商改善。有一些像是这样子，都已经有堆放一些杂物啊，或者是人行道都已经破损，在对于就是轮椅族或者是推娃娃车的一些家长们，他们都会感到非常不方便。对建案施工损毁人行道的情形，监管处回应讲，伫7月已经启动稽查专案，目前完成 A7中华区建案周边公共设施巡检作业，发现14个违规的工地，总共裁罚36万，要求爱恢复人行道的原貌。其中5个违规较严重的工地勒令停工，一直到改善好为止。建案施工对邻近环境影响要降至最低，后续也将扩大至全市稽查，确保空地周边民众通行之安全。监管处讲，建案施工无依照规定申请，会当依照建筑法规定，采取新台币18000块到9万块的罚款。若有必要，会勒令工地停工，也强调未来除了建筑基地内面的施工安全，周边的公共建设也列入工地巡检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婚姻离奇土豆的采收期，有一寡农民会伫路林拍土豆，也毋过有农民无申请路权封路，造成桥倒摆的民众去弄到农用的车，加在是无介严重哦。警方嘛呼吁农民拍土豆，着爱申请路权，无会受到处罚。
三亚道路边啊，放一支交通笋警示灯，边啊，搁停一台农用车。23下暗6点多，一个姓吴的骑机车经过好尾科好路三亚道路时，就是去弄到这台农用车。经调查，原来是一个姓王的农民，无申请，就甲路占的，直接咧拍土豆。开的时阵，应该就讲什么土豆拍掉，啊伊个警示用品就什么三角锥，我有甲问讲，安尼也无踩三角锥，按过伊车就是无。它也是动的，要得插滑。如有农作使用道路需求，应依规定向当地公所询问申请，切勿任意于道路上堆置、置放足以妨碍交通之物。警方表示，最近是婚林土豆的采收期，警方甲公所规划专管203个产业道路抗地啊，提供予农民申请路权拍土豆。公所嘛有提供交通笋、警示灯，予农民使用。所有农民都要合法申请，避免引起争议。你若拍土豆，一定有客啊。拍土豆的人，伊拢会客这边啊，这位置，咱唔甲袂去搞定。我们有申请路权的地段来铺晒，不要擅自围路以免影响民众的出入。一旦发生车祸，还要负起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警方表示，加在这个骑机车的弄到，敢若脚小可受伤，机车毁损，后续依照交通事故定数处理。许农民若无申请路权，就占用车路来拍土豆，依法会当罚1000到2400。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10月连续3个风台花莲北滨的海边有真侪水流查。花莲县政府伫10月已经公告讲，民众会当去。也毋过过个外月咯，阁有真侪无人去。县政府即马是已经先甲海边的水流查刷去其他的所在，来保护这个景观。来到花莲市北滨海堡甲仁化海堤的海湾看过去，沙坡顶拢是满满的水查，民众伫沙坡钓鱼也是休困，拢感觉无方便，对美丽海景甲环境卫生也造成威胁。会使扣啊？你敢知？我唔知。你唔知啊？你感觉安尼影响咱的美景景观无？应该是有影响，影响很大，应该早就该清了。它现在有开放，从月底开始开放给人家捡。你觉得这样有用吗？效果不大。不大，还是希望他们赶快清完。对啊。这水查拢是今年9月、10月连续3个风台所堆积量，因为内底有未少的定位木材，需要等林保署先标记提走了后，才会当开放扣。要毋过数量伤济，县府伫10月13公告开放扣了后，到单还未清完，只好先刷到其他地点去。那我们把漂流木移植到我们吉安乡的华人海堤旁的空地，在我们林保署花莲文署管理的土地上面。那如果民众呢拾取这些无价材自用的话，是不需要办理这些搬运登记。县府强调，若有卖需求，有缘爱到农业处，还是林保署花莲分署办理登记，佮爱到台湾林产品生产追溯系统处理条码了后才会当卖。另外，袂当伫现场用水查、行贿拒收，以免触犯公共危险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设计出一款信号真强的晶片，可以当来分析光谱。这个技术会当应用伫检测来看病毒敢有变种哦，嘛当用伫一寡生医的检测，是领先全球的发明，嘛受到国际期刊的报道甲肯定。到要检测检体放伫咧玻璃片顶端，搁放入去仪器内底，分析出无共的光谱，可以就是顶头的晶片。中兴大学研发团队表示，这种晶片透过表面的电场效应，会当提供3D 热点加较稳的电场共振。透过散射甲检体产生的光谱变大，就会使分析出检体性质甲结果。我们用特定的光谱照下去，它有一个特定的讯号，检测的时候它的那个身份证。好，所以按照那个身份证，我们只要确认身份证，就可以找出这个东西。那不需要再个别去找所谓的抗体抗原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标定。研究团队表示，以检测病毒做例，因为若要了解变异，就需要收集抗体跟抗原，这过程真复杂个了时。即马利用这项系统甲晶片，会当透过病毒产生的特定信号，收集光谱数据比对分析，知影相关的生物分子。未来也可以当扩大应用伫农业或者是生医方面。不只用在病毒，我们更简单的用在农业、食安，甚至现在的水产。我们都可以做，从一片叶子里面，如果15种农药，我用一个晶片就可以把它带出来，这就是条码厉害的地方。
中兴大学表示，这项技术的扩大应用，佮加上相关资料库的建立，会当缩短检体检测速度，也会当即时比对。这毋若是全球头一摆学术发表，即马嘛有登上国际期刊。记者综合报道。过来饲蚵仔农民哦，本地有渔业权，会当掠鱼仔，会当养殖，也毋多伫台南安平、佮南区、安南区。当初因为安平港的开发，牺牲农民的渔业权。经过农民真侪档的争取哦，市政府目前是已经规划将近100公顷的区域渔业权，要佮将渔业权献予农民。来到安平渔港，一透早就蚵仔农咧做工课。毋过，英国这蚵仔农却因为要去安平上港扩大航线范围，来失去渔业权，也就是无法度请工，财损也无法度补助，连渔业险也无法度投保，一个损失就要上100万。毋过，经过几来年的争取，即马总算出现希望。原底是掠鱼啊，即嘛拢咧饲蚵啊，就是吼，毋知有这渔业权的重要。所以吼，有当时这饲蚵时吼，拢拄到一个天然灾害的时候，就是因为无渔业权，所以拢无法度去争取到可能该有的这个补助甲福利伫的。阮阿公到今拢无啊，因为即马台湾工足歹请，所以加减也是爱活落来斗做，无真正做袂去。云林家己蚵仔农拢有养殖执照，也就是渔业权。毋过台南的蚵仔农煞无，即马透过台南市府佮民代的争取。港务公司总算同意提供100公顷的水域来规划区域渔业权。北边水域的面积大约70公顷，南边水域的面积大约25公顷。台港国家公园对此也表示同意。我嘛是希望讲吼，就是讲伫这两个大单位吼，当吼佮释出佮较大的面积来有这真正吼咧饲蚵啊这啊。就是源头管理啦，或是说保利龙湖区要回收管理部分。都可以在渔业权一个规范后，更有效的纳管。渔业权通过对加强渔业资源的分配有帮助，也会当保障渔民的权利，提供产业完整的经营环境。也若个人员的铺具，也会当伫立管了后规范，互海洋会当永续发展。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虽然动保法早就规定讲，袂当使用铁虎还是山猪条来当作陷阱，也毋过哦，各地嘛是拢定定有动物互铁虎夹着伤的消息。高雄市动保处今年至少就查到40只的铁虎，所以有民间团体就表示讲，私底下买卖铁虎的情况嘛是个真严重哦。因建议中央政府就要严格来控管铁虎的源头。高山仔手互铁虎夹着，受伤流血，毋若伫茶山，动物只要互铁虎夹着，真可能会亲像即只狗仔共款，变做三支骹。其实农业部伫2011年修法，令互人袂当制作贩卖铁虎。毋过即几冬动物互铁虎夹着受伤案例并无减少，规定铁虎袂使用，煞会使买卖。民间团体认为，中央爱为铁虎制造商管制数量，互铁虎袂使伫国内买卖。你伫外销的情形下，你莫私底下做来内销，好啊！你若会当控制较好，咱内销无即个场，无即个管道，无即个市场，伊豆豆，即个问题就解决啦。伫山区，其实你若做普遍的，要看到2支骹、3支骹，其实拢是普遍性啦。若是野生动物，就是爱靠有监视器翕着。民间团体认为，铁虎一直以来拢是动物杀手。高雄市今年1月到10月有查到40只铁虎，毋若狗仔、猫仔受伤，连保育类台湾乌熊嘛，因为安尼失去骹手。动保处呼吁，并将非法使用铁虎，上悬会当罚75000块。今年1到10月份的案件末录、收山以及动物的救援、缴获、售价合计40只。动保处呼吁，非法使用山猪钓与捕兽夹捕抓动物。违反者最高可处罚75000元罚金，亦有持有捕兽夹者亦可重罚15000元。虽邦政府鼓励民众检举非法使用铁虎，就会当提奖金，不过效果无好，嘛因为查缉卡手无够，加上证据歹找，民间团体认为中央爱守法管制，袂使放娃娃。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台湾山坡地生态的多样性哦，国立台湾博物馆是以300历史的图像，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事物，各有各种族群的活动。透过历史，嘛要让大家来了解生态保育的重要。咱这回来看卖。就是汉人带着他们的物件，然后原住民带着他们的东西，然后一起在这个通识的交易下面交换。
台大地理系教授洪广基当地介绍早前原住民和汉人教育的情形，这是伊即届和国立台湾博物馆合作规划的展览林野历的交界。要讲的就是咱台湾山南的文史，主要以前山的山坡仔做主角，因为这个区域毋但是因过原住民甲汉人上接有接触的所在，嘛是国家伫咧林业管理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国土保安的功能啊，可是在地靠山吃山的人就会说，哦，这个。你国家把这个土地指定为这个保安林，然后禁止我们去利用，那我们平常要吃什么？这种自然它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啊，各式各样的力所交错而形成的。现代也在提倡这个里山倡议，那里山倡议其实强调了就是生物的一个平衡，还有人与自然的这个关系。我希望民众看过我们这个展以后，可以带来。对现代的议题更多的省思。这届展览主要以清朝的番射贸易图、过雪湖的圆山附近、甲陈定坡的满载日规这3幅图，来展出对清朝到日本和民国无共时代的林业文史甲政策。其中陈定坡这幅图画的就是1930年代中属海外木材贸易的丝合法商行，甲木材放伫淡水河边的景象。当年的丝合法，这内底有啥？丝合法迄个公司是淡水上界大的公司，伊是1/6的淡水人，所以迄个是足大一个木材产业。我嘛真期待讲，少年辈像洪老师这款的学者，会当佫重再来发现，其实毋是发现，重再把这个放进去的故事，佫再讲互台湾的后代去听。展览透过这3幅见证台湾史的图，要引导民众来明白咱的林业史，让大家看到对目前过开发的山南到日做国有地了后所引起的社会冲突，甚至到现代咱推广的里山生态开始重视的保育议题。博物馆毋忘透过展览，让大家了解咱山坡丰富的历史。记者卢尚如、丁玉瑞台北报道。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哦，咱国内最近种的芳疗草、芳草兰品质是真歹。所以，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为了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哦，应该较摆拍落来芳草的豆芽，佮再来利用提炼做芳水，嘛伫比赛摕到袂歹的成绩，咱做伙来看卖。解决空包蛋国家无法卖出的苦恼。香草兰是全球排名第2贵的芳料，一公克都要100块。这几年来，不少农民拢会进口买来种，想袂到气候暖化、温度伤悬，豆芽品质歹，内底会当用的籽无几粒。加在经过嘉东高农农经科苏性的拍拼，甲这豆芽提炼加做新的产品。不仅是纯天然，那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那废弃物再利用，那我们的新产品不仅可以抒压情绪，没有放任何的化学香精。那这也是我们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甲农民把这红拍落来4级的豆芽。甲提炼做天然的芳水，毋来当伫生活当中使用。伊嘛用即届研发的成果，参加全国专题甲创意竞赛，摕到第2名的成绩。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呢，也让学生有新的发想。那我希望他们把这个发想创意呢，把它带到大学那边去，然后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也吸引更多的国中生对这个东西更有兴趣。这届研发除了会当帮助农民的经济，互4级的农产品发挥上大的效益，嘛希望开发这项产业更较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欧洲正是行一款火药棍样装的清查，伫意大利罗马的街头有真侪人拢是这款的打扮。也毋过是有人认为讲欧洲时行的风格是真多元，毋是讲穿这款风格的衫才是时行。真鲜艳的花裙、老卡车派洋装，也有好袖边的手纹的衫。这热天，意大利罗马街路出现真侪安尼清查，看起来是欧洲的特殊风格。啊，毋过在地人煞是害头。Allora, secondo me è una cosa interessante, perché io la vedo dal punto di vista di magari una persona che non è europea e quindi l'Euro Summer magari è qualcosa di interessante. 今年热天伫社群媒体抖音顶端出现所谓的2023欧洲热天清查风潮。外国民众伫欧洲度假的时阵，拢模仿这种的清查，是要互家己看起来亲像当地人。
I think the Euro summer trend is basically based on a lot of European styles, or I guess more Mediterranean styles that we see a lot in the streets.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with Euro summer, they tend to wear a lot of bright colors, like pops of colors, a lot of linen, a lot of cotton, a lot of natural fabrics. 地中海国家，比如意大利、希腊、法国甲西班牙，常常被看作是欧洲流行发源地。有批评就指出，这种来自网络的欧风流行是错误将欧洲看作是单一的个体，忽略各国传统甲特色。公司新闻两岸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公司台语。